有冇諗過你嘅電腦檔案會被黑客綁架勒索？2017年5月，加密勒索軟件 WannaCry 席捲全球，超過150個國家，數以十萬計嘅電腦受影響，連政府部門、醫院、金融機構、發電廠都中招。英國國民醫療服務系統 NHS 部分電腦系統係其中一個受 WannaCry 攻擊嘅政府部門。受入侵嘅電腦出現咗黑客留下嘅信息，要贖回檔案就要以比特幣支付$300贖金。醫護人員無法從系統取得病人嘅病歷，無法診症，亦無法用電腦系統處方藥物。單響英格蘭就有1/3嘅醫院受影響，部分更陷於癱瘓。正當全球對 WannaCry 束手無策，從事網絡安全研究嘅英國青年發現，呢款勒索軟件不斷嘗試進入一個唔存在嘅網址。於是佢花咗8.5英鎊註冊呢個域名，意外地啟動咗 WannaCry 嘅自殺裝置，令佢停止傳播。勒索軟件其實係黑客常用伎倆。據統計，全球響2022年因勒索軟件向犯罪集團支付超過$4億贖金。例如，美國東北部最大嘅輸油管道系統公司曾遭黑客勒索，全長8850公里嘅輸送管道癱瘓。美國政府宣布多個州進入緊急狀態。呢間公司最終以比特幣向黑客支付贖金，金額高達$500萬。事件發生後，美國政府追查後，懸紅高達$1000萬通緝涉案黑客組織首腦。美國總統拜登更將勒索軟件嘅威脅提升至國家安全層次，保障網絡基礎設施、網絡運行、信息安全，都係維護網絡安全嘅關鍵要素。